咱来三个祈祷。主必备兄弟，阮感谢你，手术伫圣经的内面150篇的诗篇，阮对即礼拜开始要三角来看诗篇，阮知阮会当看的是真小部分，总是阮恳求你的圣神引导阮，互阮伫查考才会信仰的先辈所留落来教示，甲因甲你的关系，对你的祈祷，甚至对你哀叫、恳求这个声，会当做阮伫即个世间逐日生活灵性上的美娘，互阮对因学习，对因的脚步，伫即个世间做你的行儿。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我对即礼拜起要讲诗篇诗篇，你若圣经安尼甲显开大概是会去现着诗篇啦。因为诗篇伫圣经的上中，有150篇，是圣经内底拢总几本册，恁知影无？我教恁一部足简单的，旧约39本，新约27本，3927安尼就对啊。3927，这样我相信中间真侪人知影啦。旧约39本，新约27本，3927。所以后摆人来问讲，恁信耶稣的圣经内底几本册？你唔通讲我唔知，你搁着想3927就好。当然，诗篇是第一段150篇啦。你敢知影圣经内底第一底倒一本册？6本的内底第一底，诗篇上长无毋对啦。上底我甲恁讲，恁大概真少人听到即个名，叫做乌巴底亚。有查经的人就会记得，迄本册敢若1章尔，迄是上底。但诗篇是迄个圣经内底上长的一本册吼。你知影诗篇内底上长的倒一章？恁知无？119篇，119篇有176节。迄听起来你头壳就会戆吼。176节，这是真趣味的代志。上底倒一篇？恁知无？上底117篇，119篇头前的2篇，敢若2站啊定。这是我今仔日用真简单讲诗篇的代，因为咱要开始讲，开始讲诗篇我有做 PowerPoint 诗篇的作者诗篇这拢总150篇啦诗篇的作者做上济是大笔。咱大家拢知影，大笔真好做诗。诗篇内底73篇是伊做的。迄个诗篇的逐篇的顶头迄真细字咯。你若去看圣经顶头，拢会写人是作者。大笔有73，有一个叫做可拉的后代，可拉敢若是大笔的下面的带音乐的敬拜上帝的人，叫做可拉的后代有11篇。阿撒嘛是大笔的下骹的一个乐师。所罗门咱知影，希曼甲即个伊帖拢总一篇，拢一篇。摩西嘛一篇，摩西嘛一篇尔。无作者的无写作者的有48篇。这是互恁知影一个安尼，这无啥要紧啦不过诗篇内底上早的诗篇都写人数的，恁知无？答案伫啊，摩西啦，摩西上早，摩西写诗篇第90篇，所以伊写的，所以伊是上早的。上尾的诗篇上尾的一篇的诗篇，咱毋知影到底确实倒一篇，总是咱知影的是诗篇126篇
是迄个以色列人，互人对巴比伦掠转来了，转来感谢上帝一首诗。所以摩西是上早一篇，上尾来一篇吼，可能就是126篇，因为是迄个对巴比伦转来才写。到摩西差不多中间1000年，所以诗篇这本册吼，对头到尾看1000年的时间，所以这是一本真奇妙的册啦，真奇妙的册。我想我毋免阁讲啥，诗篇内底吼，150篇拢总分做5本册，5本，伊分做5本册。第1篇到第41篇是头一本，42到72是第2本，73到89是第3本，90到106第4本，107到150是第5本。你若去看诗篇迄逐本的上尾仔篇的上尾仔章吼，拢总用阿拉上帝做结束。Praise the Lord， 英语叫做 Praise the Lord， 希伯来文叫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拢知嘛？哈利是阿拉，亚是上帝，所以哈利路亚是阿拉上帝。逐本册拢总用哈利路亚做结束。当然，逐本的内底，我拄仔祈祷时有讲，迄内底有教示，有阿拉上帝的话，阿拉上帝，嘛有对上帝祈祷，上帝祈祷感谢嘛是祈祷，甲扣赖上帝嘛是祈祷，甲上帝 complain 嘛是祈祷，甲上帝讲你是安怎拢无要插我，迄嘛是祈祷。所以诗篇吼，诗篇内底诗篇，真侪人真爱读诗篇，我嘛真爱读诗篇，因为诗篇，咱伫诗篇内，咱会当带着看到遐诗人所拄着的，都是咱逐日日常生活会拄着的代志。所以诗篇是一个真丰富的一本册啦。咱今仔日吼，我要来对诗篇第1篇来开始看，毋是后礼拜我要讲第2篇啦，我毋是要150篇，有哪讲？迄都爱讲几来年，我毋知有当遐久啊无，我家己嘛毋知啦。吼，我顶礼拜有讲，我会拣咱较熟的诗篇，咱摕来做伙看。我今日要看诗篇第1篇啦吼。第1篇咱拄仔有迄个启用的时咱有读吼。本来我的题目是叫做有福气的人。诗篇第1篇实在就是讲福气，什么是福气？因为较顶仔咱会看迄个，我才来说明。我本来要讲有福气的人，我过来想想吼，这有福气的人听着敢若爽爽哦。这是你是要讲啥？所以我吼，因为咱拄仔讲圣神的轨迹了，圣神的轨迹了，我看到迄本伊讲义人是亲像栽树啊，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咱拄仔讲果子讲了吼，所以咧，我就经这个做题目，照时结果子吼。我今仔日要讲的吼，甲我顶礼拜讲的有小可关的节制的代志。较顶我会过来讲，会讲节制的代志哦。诗篇第1篇甲第2篇哦，无写人写，迄个48篇的内底，这是占2篇，无写什么人写的。毋过真侪学者讲是大笔写的，无啥物证据啦。我想这毋是真要紧的代志啦。总是诗篇第1篇甲第2篇，差不多是诗篇这本册的导论。咱看册时的导论，就是这本册内底要紧要甲咱讲啥，要紧要甲咱讲啥。再个，咱的华语叫做开场白哟，开场白差不多 introduction 啊 ，introduction。主要第1篇咱较顶来讲哦，有好有歹，善恶的问题，也是智慧愚戆的问题。这个的吼，这个物件，
伫圣经的内底有几啊本册叫做智慧文学，是诗篇、约伯、诗篇、箴言甲传道书，这四本册互人叫做智慧文学，拢在讲智慧甲愚妄的代志啊。伊这四本册主题就是在讲善恶的问题。像约伯好人受苦是安怎？这是善恶的问题嘛。迄个传道书也是种箴言，拢讲智慧甲愚妄的问题。所以这是智慧文学的内底的主题啦。所以诗篇第一篇是在讲福气的代志，总是咱拄啊读的迄诗篇的迄个交头你知影？伊拢讲义人是有智慧因爱上帝的话因敬好的路歹人敬歹的路歹的路是带到耶利米，咱拄啊有读到咱较点会讲到这个代志但头一项福气，什么叫做福气？福气台湾人的福气就是安尼，拢总有够啦三顿人饭，甲你底便便，煮便便，搁底便便，你坐拢毋免叮当安尼。迄老实讲，对现代的人来讲，古早的人是安尼想啦。古早的人是讲，迄冤，咱听迄故事讲，迄冤话拢毋免创啥，逐个拢家迄查某囡仔一大堆因拢毋免创啥的早时起来，连面汤水人捧到房间内，迄个做福气啦。总之，咱用今仔日的眼光来看迄毋是福气呢。迄拢毋免叮当的，无一定福气，刚坐在直食，迄哪有是啥物福气？什么是福气？圣经内底讲的福气毋是在讲物质的福气，毋是在讲物质的福气。上界出名耶稣的八福，马太第5章，耶稣讲：心内丧香的人有福气。心内丧香哪有福气？因要看见上帝。清心的人咱有讲温柔的人有福气，伊要承接土地；妖恶的人、妖喙打翕无的人有福气，因要得到饱。耶稣所讲的福气，甲世间的福气无共款。搁一项圣经内底的福气美国的迄个宪法内底有一条讲这是人民的权利，你会使追求福气 （happiness）， 追求 happiness。你对 happiness 一个人敢有法度通追求 happiness？happiness 是要安怎追求啦？趁钱会使啦，趁钱真侪钱无一定 happy 呢。happiness 毋是无法度追求的代志。happiness 是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敢毋是？耶稣在讲什么人是 happy 的人，什么人受祝福的人。真出名，伫马太第6章第33节，耶稣讲：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剩的拢要互恁，剩的拢要互恁，剩的拢要互恁遐物件，包括 happiness， 包括快乐。包括福气，圣经内底的 happiness， 圣经内底的福气是副产品。你袂使去追求 happiness， 你摕袂到啦。你爱去追求上帝的路，照上帝的法度 ，happiness 自然会来。happiness 是副产品。我逐摆若伫讲耶稣这个马太第6章33节，我上爱讲的例就讲起来大家拢听有诶。恁定定看到迄个 supermarket 有迄个 buy one get one free 有无 ？buy one get one free， 迄就是你若买一项这个煞要互你啦。buy one get one free， 我定定想讲，你若要 buy one get one free， 你就钱花半价就好啊。你是安尼发啥较麻烦要创啥？毋过你袂使去甲迄个 supermarket 的人讲，你敢袂当干那迄个福利会互我无要甲你买。你干那你就反正你要互我嘛，你互我，
无啦，世间无即落代志。Buy one get one free， 你一定爱买，才会当摕到迄个福气，就是安尼啦。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剩的拢要互你，包括 happiness， 包括福气，拢总伫内底。迄是真要紧，咱做基督徒爱提钱的，毋是趁钱啦，趁钱真要紧啦，总是迄钱无法度通买 happiness， 这咱都常常听的话，敢是？啊，什么要安怎得到 happiness？ 要安怎得到 happiness？ 我吼，诗篇第一篇吼，我对细汉就咧暗记啊，我暗记的是旧版的。即摆新版的吼，台湾话吼较好了解这有影。毋过我吼看咧吼，我挑工放伫遮的是用迄旧版的巴克利博士的翻译吼。啊，我较惯势啦吼。这是第3节甲第4节，你甲我创第1节的出来好无？哦，第1节吼，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路，无坐侮慢人的位，即号人有福气。我拄仔讲福气是副产品。你若无做对的代志，你就有福气。这对脑开始吼，啊，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明日三思的也是伊的律法。这篇诗篇是对3个脑开始，3个脑开始，第2节2个 yes， 吼。这3个脑开始吼，啊，我较爱这个翻译吼，迄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路，无坐侮慢的人的位。你有感觉这是敢若爬楼梯，开始的是行歹人的路，对人行呢，对人行。歹人的路，你对人行，啊，行到遐吼，我徛伫迄条路的顶头，徛伫迄条路顶头，迄还阁袂要紧哦，阁去到地哦，坐落，坐落就袂冷动啊，你知无？坐落怎掉咧啊？这一站一站来的，行对人行开始，啊，甲迄个人徛伫立场共款啊，徛着立场共款安尼吼。啊，坐落去咧，侮慢人就是会侮辱人，会骂人，会黑白骂人迄落人。你若坐甲迄做伙吼，你嘛会传染嘛会甲伊斗骂人咧。上界出名吼，即个吼，彼得，真歹势用彼得啦。毋过这事实是安尼，伫马太第26章第69节讲，彼得要毋认耶稣以前哦。马太写讲彼得坐伫外院，伫遐甲人咧行会，伊坐伫外院啊，坐伫遐，你一定爱先行入去啦，无要安怎坐伫遐，吼，行入去，啊，徛咧看咧吼，想看有人捌你啊无，佫无人捌你，伊就坐伙行会啊，坐伙啊。因为彼得咧毋认耶稣，就是安尼啦，开始拢是行。徛啊坐，对无才会当有啦。我最近咱拢有咧看奥林匹克吼，我真学到遐个运动员咧，遐个运动员吼，咱迄个举重的迄个，咱摕到郭幸存哦，伊摕到铜牌吼，伊迄组听讲是60公斤以下的。我咧想讲吼，伊咧训练的时吼，伊嘛爱注意伊的体重了啦。那像我即个腰鬼啊，60公斤搏者就过啊咧，绝对无资格啦。啊，我相信要比赛以前，我人一定有甲因称啦。迄个超过就袂使比赛嘛，敢毋是？迄咧训练的中间，训练已经真艰苦呢。爱搁看你食偌济，你的体重偌济，逐日都要称迄呢，一定的代志嘛。迄拢是无的代志。
无要做遮个代志，袂使乌白食，啊袂使定定去 party， 就爱足拍拼，爱判定足侪物件。你对要得到福气吼，爱对判定开始呢，知影啥物袂使做，毋是逐项拢会使，迄毋是无自由呢，迄毋是无自由。伊搁落去讲，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欢喜啦，欢喜甘愿的，毋是负担啦。为着要摕赏牌，伊甘愿无食即落物件，无去 party， 无做遮个代志。伊欢喜甘愿做遮个代志，伊会当得到摕到赏牌的欢喜。例如身体是安尼，咱咧顾咱的身体是安尼，灵性嘛是呢，灵性嘛是呢。我顶礼拜讲的节制，节制，逐项也袂使食这，也袂使食迄是节制呢，迄是节制，敢毋是？总是为着要得到好，节制袂使做遐个代志以外，爱做啥物代志？爱训练啦，一定爱训练嘛。训练的过程无得好过呢，训练无得好过呢。咱定定讲哦，着爱灵，牧师定定甲恁讲，着爱灵修，着爱灵修。老实讲，阮做牧师直直讲灵修嘛。有时我老实讲，我想我家己吼，你一日敢叫人灵修，你是灵修偌济？我坦白甲恁讲，我家己嘛爱反省的所在啦。总是认为，你要得到福气吼，圣经甲咱讲。遐代志袂使做，遮个代志爱做。我捌讲过吼，灵修对基督徒来讲吼，甲运动共款。大家拢知影啊，爱运动啊，运动对你会好，运动好。啊，毋过就心神甘愿肉体两者活动，敢毋是安尼？咱真正拢安尼嘛。圣经甲咱讲，要得到福气。袂使做遐个代志，爱做遮个代志。那迄个弥日三书吼，我细汉的时吼，阮念的是叫做弥日三书啦。我细汉的时毋知迄字三书是啥物意思。去看去看中文的圣经，伊是讲，都爱逐日安尼读圣经迄个意思。我有看，即摆看了袂记，伊安怎讲？英语是 meditate， 默想。咱今仔日的圣经先会讲哦，上帝的律法哦，也读也想，真好啦，也读也想，我绝对无看见即个意思。你一定捌听到真侪人讲哦，我圣经哦，一年读，我一年读几摆就当啊。你如读好啦，圣经讲也读也想 ，meditate， 敢若读无路用呢。你如我要讲道吼，敢若读无路用，你敢知影？我会当日讲道吼，我想足济呢。我毋是咧甲恁讲，毋是咧甲恁讲。我真拍拼，我毋是迄个意思。读对到遮拼去，读了就做人咧读，爱想呢。meditate， 我所看的注解内底拢有讲meditate 东方甲西方的无共款。东方特别是佛教，讲你要坐禅迄落啥，拢爱空，头壳拢爱空，就爱拢总逐项拢空。七情六欲拢无安尼空，例如心理学甲咱讲，咱的头壳毋捌空，你知影？你咧困的时，你的头壳嘛咧叮当，你会做梦啊？咱的头壳毋捌空，你的头壳无可能空啊！这翻做三书吼，我毋知影巴克咧博士翻即句话，英语是 meditation，meditate 伊遐翻做三书哦。我咧想讲，毋知有迄个时阵有一定有迄个
汉学真好的信徒，该教这个三师。孔子讲一句话，咱大家拢捌听过：吾日三省吾身。你捌听着？我一日内底，安尼反省三摆，到底是反省三摆，还是反省三项代志？我唔知啦。因为伊搁落去讲，我会用北京话读啦吼。为人谋而忠乎？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行乎？不习乎？我北京话写真老啊啦。做甲人做代志，我有无尽忠的所在。我甲朋友交往有无信用啊？无。传不习乎？我所得到的物件，我有去复习。迄就是三师甲是，迄就是三师。伊用即个三师，我毋知影是伊对倒学写的，而这三师的是耶和华的律法。我相信是一定是有一个汉学真好的基督徒来教讲《论语》内底有即句话，真好。讲 meditation 冥想头壳都爱空，迄无可能的代志。孔子讲的这无毋对，孔子讲这讲的无毋对，总是圣经甲咱讲，咱做基督徒要三思，着用什么人做中心？用耶稣基督做中心，用圣经的话做中心，毋是坐到遐一个敢若看到天花板，头壳空空。我拄仔讲头壳无可能空空，咱的头壳毋捌空。第三节开始第三节，伊讲溪边树仔种伫溪边。咱伫加拿大大这树仔不是用青林林，雨水真济嘛。伫巴黎书亭迄个打水的所在树仔大半伫野外的树仔拢发袂水，因为真少有水气。真少落雨，上好的树仔就是伫溪水边的树仔，伫溪水边的树仔，不时有水，不时有水。落雨是久久啊一摆，有时有，有时无。你要靠雨袂准，总是若是亲像树栽伫溪边，你不管是有水分，你的叶袂打去。你拢毋热热落，我拄仔有时有甲咱读迄个耶利米第17章，耶利米第17章，耶利米写第17章是即个伫即个后壁。我感觉耶利米是照即个诗篇写咱今仔日读的，我确定会讲较详细确定会讲较详细。耶利米伫遐嘛是讲，伫溪水边的树仔会结果子。这篇是篇讲伊伊会照时结果子，照时结果子。无一丛树仔规年通天拢在结果子啦，无啦。咱逐年食的水果一年什么时阵食什么水果拢差不多，迄是水果的事。我有摕创一张图片请你创出来好无？一年四季一年四季树仔的变化，这是一年四季，同一丛树仔，同一个迄个翕的人一定是有哪在等迄个时间去翕。春天、热天、秋天、冬天，咱人日子逐日在过日子拢会去经验到这物件，有开花的时，有结果子的时。秋天身躯烂嘛冬天咧，冬天树好落了，无一丛树仔毋免经过这代志，无一个人毋免经过叶仔落了迄个日子。叶仔落了，咱大家拢真艰苦，
台湾有做落皮，迄落皮就落叶啊啦，落叶的意思。我吼，几来年前有读到一本册吼，我过了迄张有一本册吼，这本册吼《The Hidden Life of Trees》，这是一个植物学家写的，真趣味的一本册。我要甲咱分享，大部分我袂记了，这内底我几来项代志，互我印象真深。我要直接甲咱分享这本册。伊在讲吼落叶仔的代志，落叶仔的代志。你看加拿大遮的树啊，真济冬天迄针叶林哦，迄落 spruce 安尼，尖尖，遐个树啊，冬天袂落叶啊，迄针叶林袂落叶啊，因为伊安尼尖尖吼，雪若落来拢会出落。圣诞树，咱看圣诞树吼，拢咱尖尖安尼吼，雪落来拢会出落。有甲针叶林的对手，就是一款叫做阔叶林。迄落树仔叶足大叶的 ，maple 啦，迄落什么 oak ，oak， 迄个叶仔真大叶。伊讲吼，大自上帝咧创造这大叶这树仔吼，因到秋天过了，迄叶仔拢会落落，是安怎恁知？落叶无人爱，总是迄本册讲吼，会落叶仔是为着这丛树仔好。迄叶仔遐大叶吼，迄冬天雪若落来吼，叶仔若无落吼，遐个树枝会拢断了了，因为雪真重，迄树枝会拢断了了。我想咱真少人安尼想啦。冬天树叶落，咱拢感觉这真世上的代志。我读这本册才知影，上帝创造这奇妙呢。咱拄仔看冬天迄丛树仔，看起来拢无叶仔。真可怜啦！总是无叶仔，毋是死呢。春天若到，伊会阁补芽，会阁开花，会阁结果子。伫迄个无叶仔的时候，树仔在休困，要紧毋通死去啦，爱阁吸土骹的营养，互迄丛树仔春天若到，会当阁补叶。这甲圣经甲咱讲，上帝通过苦难伫训练咱，真共款敢毋是？真共款敢毋是？搁一项哦，你看这个图吼，迄树仔安尼从下骹的根拢叠做伙啊。伊搁讲一项是讲，咱看的树仔一丛一丛哦，伊讲其实咧树仔根下骹吼，因拢有条的，根甲根的中间拢会有条的。伊甚至讲吼，树仔若拄着侵略的人来，会互相发迄落警告，逐当看讲有人要来甲咱害啊，要注意。这是真奇妙的代志啦。这是一个迄落，我去加州吼，恁加州有迄落redwood足大丛的吼，redwood迄下骹的根实在拢无真深呢。迄是照迄植物学家讲，迄是因为因的根真阔，啊大丛树仔拢总规个做伙，逐个根拢有条咧。树仔原来有团体的生活呢，甲咱拢同款呢。咱人需要伴，树仔嘛需要伴。有啦，栽植树仔栽伫溪边，我问咱拢是栽伫溪边的树仔。我问咱拢会结果子，毋过咱要结果子，上要紧的，咱爱活落去才会结果子呢。互相有条的，无看见人无看袂到，下骹的根爱有条的，迄是团结的生活。真正足有启发性的一本册。上路尾吼，上路尾我做第一张。树仔吼，有个树仔倒落去死去吼。你若去Vancouver Island去个 Cathedral Grove 去看吼，有足侪大丛树仔倒落哦。互雷公倒落来是啥？你去看遐个树仔吼，倒落去个树仔吼，真济迄个倒落去树仔的树身吼，拢发细丛树仔起来。恁捌注意到迄无？我吼找迄句话找足，我问我一个朋友读植物的，我甲讲。迄要安怎讲？
因为我想讲，我讲道要讲这啦，要安怎讲？恁食物学的顶头迄号做啥？伊袂晓甲我讲。我一摆去迄个 National Park、Olympic National Park 去迄树下内底行时，去我看到一个说明的吼，即款树啊吼，死去的树啊，正做细丛树啊的营养，互帮衬遐细丛树啊，像即丛安尼，迄个头已经无啥物，家己无啊，伫迄个有一丛新的树啊，对伊遐发出来，迄叫做 nurse log 是茶啦，一间一间 nurse log 护士啦，伊随风死去吼，对伊的身体、对伊的身世，培养后一代，你这足有启发性，敢毋是？这敢毋是咱做人的爸母、做人的阿公阿嬷，咱应该着爱有的代志。有一日咱拢会过身，你留啥物互你的孙仔？你是毋是一个 nurse log， 会当互你的子孙对你学习得到利益？像我真趣味的代志足侪吼。啊，过去吼，过去，伊讲吼，好人是亲像迄溪边的树啊，真好。啊，歹人咧，歹人哦，亲像粗坑，互风吹散。粗坑哦，粗坑，阮顶摆细汉的时，阮伫宜兰哦大走，拢行粗坑啊。粗坑除了烧以外无路用呢，啊，互风吹散，因是安怎会互风吹散？无菌嘛，无菌啊。耶和华的律法，你若无行歹人的路，无徛罪人的路，无坐侮慢人的位，你掠耶和华的律法做你的欢喜，你欢喜安尼。meditate 三思耶和华的律法，你亲像树啊有根，风来袂倒，佫会结果子。粗坑拢无，粗坑拢无。但对第49、第6节，对第49、第6节，我迄阵啊直咧想讲，我即马这是要安怎结？第5节甲第6节是第5节甲第6节，这真清楚的代志啦。所以我伫想讲哦，我要用咱拄啊读迄个啊耶利米第17章哦，我拜托你搁用迄个对第1节开始好无？对第1节开始，毋是遐，拄啊我买啊迄个 PowerPoint。恁实在爱教我用迄个啦，毋是第一章，这个吼，第1章，恁看这个圣经吼，啊，我慢慢读耶利米迄个第17章的第5节到第13节，我慢慢读哦。啊，恁看诗篇第1章，第5节上主讲，这是上帝讲的话。总是耶利米写，这耶利米写，上帝讲的话，上帝讲哦，我靠世间人相信肉体的规律，心离开上主的人，这款人会受咒诅。诗篇讲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路，无坐无啦。这拄啊颠倒变啦，毋是无啦，因拢有啦。圣经定定耶利米迄个时阵吼，因为巴比伦要来拍。伊个国家，啊，遐反政治的人哦，拢去求埃及啦、亚述啦来甲因斗下相共。耶利米讲哦，恁着爱悔改，爱归向上帝，毋通倚靠人，啊，逐个拢要倚靠人。例如咱嘛安尼呢，我遮久啊吼，
看课文做诶代志，看甲真老热，我想恁大家拢共款啦。10年前咱嘛对伊足茫诶呢，敢无？咱嘛拢要靠人呢。圣经甲咱讲啊，毋通靠人啦。受上帝救助诶遐人，相信肉体规律，心离开上帝诶人。第一章就是咧讲啊，因会亲像沙漠中诶细丛树啊，幸福来时看袂到；因会踮伫打扫诶旷野，无人徛起诶炎地。我靠人，迄个环境就是遮尔歹啊，就是遮尔歹啊。啊，过去第7节，伊讲我靠上主，专心信靠我的人，这是上帝讲的话，所以信靠我的人，这款人真有福气。拄第2节来讲，欢喜伫耶和华的律法，三思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我靠上帝，这类人真有福气。啊，第8节，伊亲像树栽伫水边，定根伫溪水边，毋惊炎热，叶青翠无声，空闲的时，拢毋免看路，会不断结果子，照实结果子。这个讲的甲诗篇第1篇的第3节讲的完全共款，完全共款。啊，过去吼，第4节讲歹人毋是安尼，歹人安怎？耶利米写甲足清楚的，啊嘛真趣味啦。伊写歹人吼，对第9节到11节，伊讲吼，人的心比什么拢较诡诈，无药通医，什么人看会透？啊，歹人是安做啥物款？伊讲我上主，捌人的心，查验人的心思。要照逐个人所做的报应因，上帝要审判。啊，上帝讲，这个歹人做的代志，用无正当的手段发财的，亲像野鸟在捕毋是家己生的卵。真趣味的比喻吼，去捕着别人的囝呢，就是做无彩工的代志啦。粗坑啦，就是粗坑啦。中年的时会失去财富，到落尾会变做愚妄的人，这是歹人的结果。第4节，歹人毋是安尼，风吹散，粗坑风吹散。上落尾第6节、第5节甲第6节，义人毋是安尼。伊个12节甲13节，耶利米结论甲真好。头一个是义人，阮的圣所是阳光的宝座，对古早就徛伫悬悬的所在。上主啊，你是以色列的光芒，这是义人的路。歹人咧，气杀你的，拢会见效，因会消失，亲像名写伫涂骹。真老譬如呢，你捌去海边啊，dur沙布写你的名无？迄印一个来无去啊，就是这啦。因为因气杀上主，活水的源头，因无甲上帝连做伙。又想到耶稣讲的：“我是葡萄树，恁是枝，恁离开我，恁袂当做啥。恁若连结我，恁会结果子。同款你，同款。我拄仔有讲，诗篇第1篇是甲咱讲，上帝有2条路咱行，一个是义人的路，一个是歹人的路。你要行倒一条？耶稣嘛有讲2条路的代志。伊马太第7章的13节到14节，伊讲。恁着对迄个下的门入去，因为探到灭亡迄个门，看，迄条路好行，入去的人真济。
探到活命迄条路，迄个门下找着的人真少。我拄有讲，灵性的生活需要节制，就是这啦，就是这啦，毋是嘴讲讲的，毋是讲好我要来拍拼运动，我就要想要摕金牌。有真济 no 的，你袂使做；有真济 yes 你爱做。灵性嘛安尼呢？保罗讲，毋通骗家己。上帝袂用得武万德，人种什么就收什么。人所亚的若是为着满足家己的欲望，就会修成灭亡。人所亚的若是要互圣神欢喜，就会对圣神受到永远的活命。咱来先甲祈祷。天父神，阮感谢你，互阮对即个诗篇会当得到遮尔济好的启示。阮感谢你的圣神引带阮，我罗卜会当将你的话分帖，互大家分享。阮知阮人会表现无够，阮袂当将你的真理完全讲出来。主恳求你的圣神启示阮。通过阮所听到、所讲的、所学习的，成做阮灵性的美妙。祈祷奉耶稣名，阿门。